你想唔想知自己平時食落肚嘅美味係咪正喺度默默謀殺緊你嘅血管，甚至隨時引爆中風同心臟病嘅危機啊？今日我要同大家講一件好嚴肅，但又跟每一個香港人息息相關嘅健康大事。大家都知道香港人生活節奏咁快，工時又長，平時出街食飯根本就係生活嘅一部分。落樓下茶餐廳食個快餐，或者放工約埋3、5知己去打邊爐食雞煲，簡直就係香港人嘅精神支撐同埋減壓良方。但係你有冇諗過，呢啲你每日當係正餐食得咁滋味嘅香港人，最愛美食，原來暗藏殺機。有心血管科醫生已經傳出嚴正警告，全球公認嘅5大血管殺手，好多香港人幾乎日日都食緊，而且仲食得好開心。咁樣落去，真係分分鐘會搞到你塞爆血管。講到香港嘅飲食文化，茶餐廳肯定係第一名。大家諗下自己嘅日常，早餐去茶餐廳食個沙爹牛肉麵配西多士，飲杯香濃嘅港式奶茶；午餐食個餐肉煎蛋飯，加多杯凍鴛鴦；下午茶再嚟個菠蘿油或者炸雞皮。到咗夜晚，覺得攰又懶得煮，就走去打邊爐食麻辣鍋或者番茄牛腩鍋。呢種飲食模式對於好多30幾到50幾歲嘅打工仔嚟講，簡直就係日常操作。但係大家知唔知呢啲看似平凡又美味嘅茶餐廳同打邊爐美食，正正就係將嗰5大血管殺手完美集於一身嘅重災區。究竟係哪5大血管殺手咁恐怖呢？其實佢哋就係高鹽、高鈉、壞脂肪同反式脂肪、高糖分、精製澱粉以及高嘌呤配高加工肉類。聽落去好似好學術，但如果我將佢哋換成香港人聽得懂嘅語言，你就知道有幾咁貼地，有幾咁驚心動魄。第一個血管殺手就係高鈉高鹽分。香港人打邊爐最中意就係講究個湯底，咩麻辣湯、沙爹湯、濃湯雞煲、沙爹煲，全部都係精華所在。好多人打完邊爐仲要用個湯底嚟煮麵，甚至飲幾口湯，覺得好正好濃郁。但係醫生同營養師同大家講，打邊爐個湯底滾咗成個幾鐘之後，裏面的鈉含量簡直係天文數字。加上大家打邊爐仲要蘸醬油、沙爹醬、腐乳醬、辣椒油，呢啲醬料全部都係鈉質重災區。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我哋成年人每日嘅鈉攝取量唔應該超過2000毫克，即係大約1瓶茶匙嘅鹽。但係你落去打一次邊爐，光係飲2碗湯加埋蘸醬，攝取嘅鈉可能已經超過4000甚至5000毫克，直接超出全日標準2倍以上。鈉質過高會點樣害你嘅血管？當你吸收咗過量嘅鈉，血液裏面的滲透壓就會升高，身體為了維持平衡，就會被迫抽取水分進入血管，導致血液嘅總容量暴增。呢個時候，血管壁就要承擔極大嘅壓力，血壓就會急升。如果你由20幾歲開始就咁樣食法，食到40幾歲，你嘅血管長期處於高壓張力之下，血管內皮就會受損、變硬、失去彈性。這就正如一隻水喉膠管，你長期用超高水壓加喺裏面，個膠管好快就會老化、變硬，甚至爆裂。這就是高血壓同埋血管硬化嘅真相。第二個血管殺手就係壞脂肪，即係飽和脂肪同埋反式脂肪。呢個殺手喺茶餐廳同打邊爐裏面可以話係無處不在。你諗下，茶餐廳最受歡迎嘅幾樣神級美食：午餐肉、腸仔、五香肉丁、燒鵝、叉燒、燒肉，仲有打邊爐必點嘅肥牛、豬頸肉、炸響鈴、炸魚皮。呢啲嘢食落去真係香到不得了，但係佢哋背後隱藏嘅飽和脂肪含量高到嚇人。尤其是午餐肉同腸仔呢類高度加工肉類，裏面基本上有一半係肥肉同埋人工添打嘅油脂，肉香全部係靠脂肪同添加劑堆砌出來。仲有不得不提嘅反式脂肪，呢樣嘢更加係血管嘅終極毒藥。茶餐廳嘅西多士、菠蘿油、蛋撻、曲奇餅，之所以可以做到咁酥脆、咁香濃，好多時都係用了人造植物油、起酥油或者植物奶油。呢啲油喺加工過程裏面經過氫化，產生咗大量嘅反式脂肪。反式脂肪最毒嘅地方，在於佢唔單止會增加你血液裏面的壞膽固醇，即係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，仲會同時減少你嘅好膽固醇，即係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。壞膽固醇一旦過高，就會喺你嘅血管壁裏面沉積，形成一塊塊好似黃油一樣嘅粥樣硬化斑塊。隨住年月過去，30歲、40歲、50歲，呢啲斑塊越來越厚，血管腔就會越來越窄。有一日，當呢啲斑塊破裂，引發血液凝固，形成血栓。只要血栓塞住心臟嘅冠狀血管，就係心肌梗塞；塞住腦部血管，就係中風。第三個血管殺手就係高糖分。
好多人以為糖分只係會令人變肥、得糖尿病，同血管冇咩大關係。呢個完全係錯誤嘅觀念。香港人去茶餐廳點可以唔飲凍奶茶、凍檸茶、凍鴛鴦？大家知唔知茶餐廳一杯標準嘅凍檸茶或者凍奶茶，為了蓋過紅茶嘅澀味，平時落嘅黃糖水或者煉奶數量係非常驚人嘅。一杯凍檸茶分分鐘有6到8粒方糖嘅糖分。如果每日飲2杯，你一年落肚嘅糖分簡直可以裝滿幾個大罐。當你攝取過量嘅糖分，血糖值就會急升。長期高血糖會引發身體嘅發炎反應，血裏面過多嘅葡萄糖會同蛋白質結合，產生一種叫糖化終產物嘅有害物質。呢啲物質會直接攻擊血管內皮細胞，破壞血管嘅柔軟度，令到血管變得脆弱同埋容易發炎。發炎嘅血管壁更加容易吸收血液裏面嘅壞膽固醇，加速斑塊嘅形成。所以高糖飲食唔單止會搞到你肥胖，佢仲係推動血管老化的幕後黑手。第4個血管殺手就係精製澱粉。呢樣嘢係香港人最容易忽略嘅陷阱。香港人嘅餐桌上，白飯、白麵包、即食麵、河粉、米線、通粉，簡直係主食嘅全部。茶餐廳嘅餐蛋麵、即食麵本身就係經過高溫油炸嘅精製澱粉，加上爆棚嘅鈉分同油脂，簡直係組合拳。精製澱粉喺升糖指數上非常高，食落肚之後會好快被消化吸收，導致血糖喺短時間內暴升暴跌。這種血糖嘅劇烈波動會令到胰島素大量分泌，胰島素長期處於高水平，會刺激血管平滑肌細胞增生，令血管壁變厚變窄。而且多餘嘅精製澱粉喺肝臟裏面會被轉化成甘油三酯，即係中性脂肪，直接令你嘅血液變得黏稠，增加血液循環嘅阻力。第5個血管殺手就係高嘌呤加埋高加工防腐劑，呢個喺打邊爐同埋食港式燒味嘅時候最明顯。打邊爐大家中意食海鮮、內臟、濃肉湯，呢啲食物裏面含有極高嘅嘌呤。嘌呤喺身體裏面代謝之後會變成尿酸，尿酸過高唔單止會搞到痛風，尿酸結晶仲會沉澱喺血管壁上面，引發血管無聲嘅慢性發炎，加速血管硬化。再加上午餐肉、罐頭香肉、煙肉呢啲加工肉類，裏面添加咗大量嘅亞硝酸鹽同埋防腐劑，呢啲化學物質喺體內會轉化成自由基，直接破壞血管細胞嘅 DNA， 令血管系統功能出現全面退化。大家試下回想一下自己嘅生活，係咪由20幾歲出嚟社會工作開始，每日3餐基本上都離唔開呢啲食物？早上食個餐蛋自配凍奶茶，中午食個乾炒牛河或者菠蘿油加凍檸茶，夜晚打個邊爐食肥牛、響鈴、炸魚皮，再飲幾口濃湯。呢5大血管殺手，你一日裏面可能已經重複中招咗4至5次。好多30、40歲嘅朋友可能會覺得我仲咁年輕，身體又冇痛冇舒服，驗血報告就算有少少界線位，應該冇事啩？呢個就係最致命嘅誤區。血管硬化同埋堵塞係一個漫長而且完全冇聲音嘅過程。人體嘅血管有非常強大嘅代償能力，就算你嘅血管已經塞咗50%甚至60%，你平時行行企企，坐在辦公室工作係完全唔會有任何明顯感覺嘅。但係當你血管塞到70%以上，或者某一刻因為天氣突然變冷，工作壓力大，情緒激動，甚至係暴飲暴食咗一餐高鹽高脂嘅大餐，導致血壓突發性暴升，斑塊突然破裂形成血栓，血管就會喺幾秒鐘之內完全堵死。到了那個時候，中風、心肌梗塞就會瞬間爆發。幸運嘅可能救返一條命，但係要面對半身不遂、言語不清嘅後遺症。不幸嘅可能連送去醫院嘅機會都冇。大家諗下，為咗一時嘅口腹之欲，去賭上自己下半身嘅健康同埋家庭嘅幸福，到底值唔值得？講到呢度，可能好多朋友會好灰心，問我咁樣講法，茶餐廳又唔食得，打邊爐又唔食得，咁我哋香港人仲有咩樂趣啊？難道日日都要食草食白灼菜咩？大家千祈唔好誤會，我今日講咁多，絕對唔係要大家從此同茶餐廳或者打邊爐斷絕關係。香港嘅美食文化係我哋嘅驕傲，重點不在於完全唔食，而在於我哋點樣聰明地食，點樣喺享受美食嘅同時，幫自己嘅血管做好防護措施，將呢啲血管殺手嘅危害減到最低。首先我哋講下點樣喺茶餐廳食得健康。你去茶餐廳點餐嘅時候要有策略。第一，改變飲品嘅習慣。去到茶餐廳，試下將凍奶茶、凍檸茶換成熱檸茶或者熱檸水，而且記得要跟伙計講走甜或者少甜。如果真係好想飲奶茶，可以要求少甜或者淡奶少少。
光係呢個小小的改變，你一年就可以少吸收幾公斤嘅精製糖分，血管嘅慢性發炎機會就會大減。第二，主食嘅選擇要懂得替換，唔好日日都食即食麵、米線或者乾炒牛河，你可以選擇通粉、米粉或者米線。湯底盡量揀清湯，唔好要沙爹湯或者麻辣湯。配料方面，盡量避免午餐肉、腸仔、五香肉丁呢類高度加工嘅高鈉高脂肉類，改揀鮮牛肉、白灼雞肉、豬扒或者滾水蛋。如果你食碟頭飯，可以叫伙計汁另上，即係將汁料分開盛載。香港嘅碟頭飯好似咖喱牛腩飯、麻婆豆腐飯，個汁裏面全部係油同埋鹽。如果你直接淋落白飯度，你會不知不覺將全部油脂同鈉質食晒落肚。汁另上嘅話，你用匙羹舀少少蘸嚟食，味道一樣好，但係攝入嘅油鹽可以少一半以上。第三，增加膳食纖維嘅攝取。喺茶餐廳食飯，記得加一碟白灼郊外油菜，要求油汁另上或者走油。膳食纖維好似血管嘅清道夫一樣，佢可以喺腸道裏面包裹住多餘嘅膽固醇同埋糖分，減少身體對佢哋嘅吸收，幫你嘅血管排毒。跟住我哋講下打邊爐嘅健康守則。打邊爐係香港人嘅最愛，只要掌握好方法，一樣可以食得安心。第一，湯底一定要精明揀，盡量避開麻辣鍋、沙爹鍋、豬骨濃湯鍋呢啲高油高鈉嘅湯底，改揀清湯鍋、芫茜、皮蛋鍋、番茄鍋或者海帶豆腐鍋。而且記住一個黃金法則，如果要飲湯，一定要喺啱啱開爐、未落任何肉類同加工丸類之前飲一小碗。一旦開咗火，肉類同丸子滾咗半個鐘以上，個湯就絕對唔好再飲，因為裏面已經充滿咗高濃度的鈉、油脂同埋嘌呤。第二，蘸醬要減負，很多人打邊爐個醬油碗裏面放滿咗沙爹醬、腐乳、麻油、辣椒油，呢啲醬料嘅熱量同鈉含量比食物本身仲要高。建議大家改用新鮮嘅蒜蓉、生蔥、生辣椒，加少少新鮮檸檬汁或者少許生抽嚟調味，咁樣唔單止可以提鮮，仲可以大大減少鈉質嘅攝入。第三，落嘢食嘅次序好重要。打邊爐嘅時候，唔好一開爐就猛咁落肥牛、豬頸肉同炸響鈴，正確嘅次序應該係先落蔬菜、菇類、豆腐同埋少油嘅海鮮，食咗半飽之後，再落少量嘅鮮牛肉或者雞肉。最後先食少量嘅澱粉類食物，好似芋頭或者薯仔、炸響鈴、炸魚皮、午餐肉呢類高脂加工品，盡量少點，或者大家分享一兩件，起碼滿足下口腹之欲就好。先食蔬菜可以喺胃部形成一層纖維網，有助延緩後續脂肪同糖分嘅吸收，防止血糖同血脂暴升。除了飲食上的調整，如果你已經係30歲、40歲、50歲以上嘅朋友，平時生活裏面亦都可以多吃一啲對血管有益嘅護心食物，例如含有豐富奧米加3脂肪酸嘅深海魚類，好似三文魚、鯊魚、沙丁魚。奧米加3可以幫手降低血液裏面嘅甘油三酯，抗發炎，保護血管內皮。仲有黑木耳、燕麥、堅果、綠茶，呢啲食物都含有豐富嘅抗氧化物同埋水溶性膳食纖維，有助保持血管嘅彈性同埋通暢。最後我想同大家講，健康嘅生活方式唔係要你完全放棄生活嘅樂趣，而係學懂平衡與克制。我哋生活喺香港呢個美食之都，有好食嘅茶餐廳，有熱鬧嘅打邊爐，呢啲係我哋生活嘅一部分。只要我哋提高警惕，了解食物背後嘅真相，喺日常飲食裏面做出少少聰明嘅改變，少飲一杯濃糖凍奶茶，打邊爐，少蘸一碗濃醬，多食一碟新鮮蔬菜，你嘅血管就會因為你呢啲微小嘅改變而重獲新生。血管嘅壽命就係你嘅壽命，唔好等到了血管完全塞爆，身體發出絕望警號嘅那一刻，先嚟後悔自己當初食得太放縱。由今日開始，關注自己同埋家人嘅餐桌健康，聰明飲食，遠離呢5大血管殺手。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幫到大家。如果你覺得呢篇資訊有用，記得分享俾你身邊經常去茶餐廳同埋中意打邊爐嘅朋友同家人，大家一齊食得健康，擁有強健嘅心血管，長飯長有，享受美好嘅生活。